到底 Starbucks 同埋瑞幸咖啡到底有咩優勢同埋劣勢呢？今集我哋會好好咁探討下呢個問題。作為知名品牌嘅 Starbucks， 佢嘅品牌認可性係比較高，佢喺中國嘅消費者中係享有特別高嘅聲譽，強調優質嘅咖啡同埋服務，顧客嘅忠誠度。其次係從產品品質同埋多樣化而言啊，提供高品質嘅咖啡同埋附加嘅專屬體驗，例如有休閒嘅社交場合，同埋可以用嚟傾公事嘅。至於佢嘅劣勢就係 Starbucks 嘅價格係比瑞幸咖啡更加貴，就係呢一點就限制咗大部分嘅消費者。其次係佢嘅擴張比較慢。講完 Starbucks， 我哋要講下瑞幸咖啡。而瑞幸咖啡咧，反而佢嘅價格比較親民，價錢低於 Starbucks， 消費門檻又比較低。其次係佢嘅擴張速度同埋效率比較高啦，佢採用咗一個自營模式再加加盟嘅混合體。同埋你哋見到好多嘅瑞幸咖啡嘅店鋪都係好少台凳凳，主要都係以外賣形式，落完單就拎走。咁就講完佢優勢，不如講下佢劣勢。我自己覺得佢優勢同劣勢係雙方重疊，就係因為買得太過平，佢要買好多杯先至回到本，